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哋呢一個嘅受苦節默想崇拜係所有嘅程序已經印製喺大家手上嘅程序表上邊㗎啦。咁我同阿黃姑娘會分別帶住大家一齊去進入呢個默想嘅部分。淨係唱詩嘅時候呢，就請大家站立。我哋盡量都唔再宣佈請大家起立，請大家坐下，或者可能大家留意我哋嘅手勢請大家起立，或者請大家坐低，呢個嘅好簡單嘅手勢。咁因為我哋盡量係讓我哋每一個人嘅心思集中咗喺默想上帝嘅話同埋佢嘅作為裏邊，就唔想有其他嘢有啲枝節令我哋分開咗我哋嘅注意力嘅。咁祈禱嘅時候咧，大家可以默想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再睇返啲經文，或者去思想同個主題相關嘅事。咁其實十架七言嘅主題咧，已經喺每一個部分，特別係深色字粗體嗰度咧顯示咗出嚟㗎啦。每一句譬如好似十架七言喺路加福音第23章粗體嗰啲字就係十架七言第一嘅主題。十架七言第二亦都係喺路加福音23章嗰一節嘅金句粗體嗰度顯示出嚟嘅。咁大家可以跟住呢一個主題嚟到去默想，然後我哋會帶大家一齊有個祈禱嘅。我哋首先安靜，預備我哋嘅心。詩篇63篇第一節嗰度話：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的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默切慕你。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親愛嘅主，我哋願意喺今朝紀念耶穌基督受苦嘅日子，一齊嚟到去親近你，求聖靈喺我哋當中引導我哋，叫我哋真真實實嘅、清清楚楚嘅睇見上帝嘅愛已經臨到我哋當中，因為佢係道成肉身嘅主。十架七言第一，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我哋唱詩普天頌讚第152首，求主垂念歌。求耶穌垂念，將我罪孽洗淨，並我脫離世間情慾，使我心內潔淨。求耶穌垂念，憐我多憂多患，讓我為主作愛僕人，得享永去平安。求耶穌垂念，憐我身陷戰爭，誰在萬惡患難之中，保我
往生命。懇求耶穌垂憐，感我離主顧候，在此黑暗迷惑之中，指引登天路程。懇求耶穌垂憐，狂風駭浪哭驚，敵人在此猛攻之時，懇求與我親近。懇求耶穌垂憐，當恐怖激浪，但願看見永恆之名，永享無窮喜樂。阿門。父上帝願意赦免世人嘅罪，你可有想到自己嘅罪呢？你可渴望上帝嘅寬恕呢？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咁樣俾我哋一個嘅應許。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羅馬書3章23節提醒我哋人嘅實況，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我哋一同安靜默想。我哋嘅主啊，最清楚我哋自己嘅可能唔係我哋自己本人，而係我哋嘅主。主，你喺天上察看一切，你睇到人嘅本相。原來世人都犯咗罪，虧缺咗上帝嘅榮耀。神啊，我哋求你憐憫我哋，因着我哋嘅自私、人嘅慾望，我哋唔單止自己陷入罪中，甚至可能都係罪及他人。亦都因着我哋嘅自私，我哋從來都唔願意真實嘅去原諒別人、饒恕別人，我哋只會加重別人嘅重擔。但係我哋感謝主，因為你係明白我哋嘅主，你係愛我哋到底嘅主。求你叫我哋學像耶穌，願意赦免釘佢十字架嘅同胞，釘佢十字架嘅敵人。主啊，求你叫我哋學懂你無私同埋願意犧牲嘅大愛。感謝你為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邊走上十字架嘅路。我哋願意喺呢個時刻更多嘅思想你嘅愛，默想你嘅奇妙作為。
保守我哋以下一齊相聚同埋禱告嘅時候，求那已經為我哋走上十字架道路做咗一次過挽回祭嘅主耶穌基督名字而求，誠心所願。十架七言二，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路加福音23章43節。我哋唱詩藍色青年聖歌104首，古舊十架歌，喺大家嘅刊物嘅第3頁。主耶穌喺天國已為你預備咗地方，你願意歸屬佢嗎？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傳4章12節。另一段經文係記載喺羅馬書10章9至10節。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我哋喺天上嘅父親，你統管一切，天下萬物為你所創造，你係大君王，宇宙嘅主宰。你原擁有一切，但係為咗愛我哋，你甘願差遣獨子主耶穌基督嚟到世間，以卑微嘅形象喺呢個世上去成就你自己救贖嘅美意。主啊，求你幫助我哋體會得到我哋嘅不配，幫助我哋睇到你何等嘅愛我哋。當我哋仲係做罪人嘅時候，你就愛我哋。主耶穌基督做了挽回祭。主啊，讓我哋睇到我哋內心嗰種嘅污穢，求你潔淨我哋。上主嘅羔羊，我哋就你，願意你嘅愛傾流喺我哋心中，你嘅盼望成為我哋嘅力量同埋幫助。奉主耶穌名求，誠心所願。十架七言第三句。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家裏去了。我哋一齊唱詩，各有十架歌，喺第4版。請你立。並非耶穌獨負十架，世人只有坎坷。世人原來各有十架，我亦當負十架。聖徒在世雖力有危，在天福樂成長，神上救主園裡妙愛，歡欣永不悲傷。我願隨主背負十架，直到神離世間，終歸天上安樂之家，我亦能帶上華冠。以弗所書第6章2至3節提醒我哋十誡裏邊一句非常之重要嘅誡命，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提摩太前書第5章8節提醒我哋點樣喺世上分別為聖。經文話：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希伯來書第4章14至16節：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上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
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煉、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我哋默想。感謝我哋嘅主耶穌，因為喺佢被釘上十字架、臨離開呢個世界之前，佢俾我哋一個好好嘅典範，就係佢沒有忘記佢母親嘅需要，而將佢嘅母親交託俾佢嘅門徒。我哋又感謝主，俾我哋睇見耶穌所愛嘅門徒約翰係願意去承擔，讓我哋睇見原來每一個人，上帝早已為我哋有一個生命嘅計劃。可能呢個計劃裏邊，我哋要擔當十字架，但係主你曾經吩咐我哋話，凡不願意擔當主你嘅十字架嘅，就不能作你嘅門徒。主啊，求你叫我哋睇清楚，我哋喺呢個世上應該擔當嘅使命。就算呢個嘅使命、呢個嘅任務、呢個嘅遠象，就好似十字架咁重，但係主你從來都冇離開過我哋。你所賜嘅恩典一定夠我哋用，你甚至應許我哋話，雖然被艱難我哋當餅食，我哋仍然有你喺我哋嘅左右，去陪伴我哋一齊嚟走人生嘅路。我哋唔單止睇到要好好咁樣愛護我哋嘅家人，我哋更加要睇到上帝俾我哋生命係有一個嘅方向，有一個使命。主啊，願你嘅靈嚟到開啟我哋嘅心眼，叫我哋睇得到你喺我哋身上嘅旨意。靠賴主耶穌基督名祈求，誠心所願。十架七言4。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着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利，就是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我哋唱詩，普天頌讚156首，你是否在唱歌？
主耶穌感到被天父離棄，心靈嘅痛苦比肉體嘅痛苦更折磨人。可知主如何深愛着你，你又如何回應他的愛呢？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以賽亞書53章6節。馬太福音26章39節咁話，他就稍往前行，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約翰福音14章9到10節話，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着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哥林多後書5章21節咁話：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上帝的義。我哋默想。愛主我哋嘅上帝，你就係咁樣叫你嘅愛子走上十字架嘅道路。主耶穌嘅心靈嘅痛苦比肉體嘅痛苦更深。佢體會到人間對佢嘅背棄，光嚟到世界上，世界卻不接受光。佢嚟到自己嘅地方，自己嘅人離開佢。主耶穌默然嘅承擔眾人嘅罪，佢被壓傷、被苦待、被鞭打、被唾罵，並唔係因為佢自己有咩過犯，乃係佢要承擔我哋眾人嘅罪。喺十字架上邊，佢背負眾人嘅罪嘅時候，上主亦都掩面不看他。何等嘅難過與悲傷！佢大聲呼叫我上帝，我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憂傷痛苦冇使到耶穌從十字架走落嚟，佢堅持嘅信服，以信心讓自己嘅身軀高懸喺十架之上，讓心靈被撕裂，讓耳朵一路聽眾人嘅辱罵嘅聲音。佢要堅持到底，成全呢個救贖之功。佢就係咁樣愛世人，愛到底。十字架下邊，眾人都離棄佢嘅時候，主就係咁樣默然去承擔。主啊，當我哋面對十字架嘅時候，主，我哋都係戰驚。主，有時我哋都係退縮，甚至唔願意去承認我哋嘅信仰。我哋懷疑，我哋沮喪。
者我哋匿埋喺自己嘅角落裏邊，反而我哋仲問耶穌啊，你喺邊度？主就喺十架上邊為我哋承擔一切，佢嘅鞭傷為我哋得到醫治，佢嘅死亡令到我哋可以重生得救。主幫助我哋不但只喺內心裏邊感受嗰種嘅難過，幫助我哋體會得到十字架嘅道路，我哋都要行上。主願意我哋嚟到十架下邊嘅時候，我哋仰望你，讓主你對天父嘅嗰種嘅順服嘅心志，亦都喺我哋嘅心裏邊。我哋仰望十字架嘅時候，知道主耶穌要同我哋同行呢條道路，就幫助我哋立志去跟隨你，跟隨你到底。主啊，願意我哋憑信心去仰望你，主你嘅愛臨到我哋，扶持我哋，體恤我哋，奉主耶穌名求，誠心所願。十架七言第五，約翰福音19章28節，耶穌說：我渴了，我渴了。我哋唱第7版嘅主活在我心。前願你住在最將死，內心毫無亮光，眼睛正現我夢光照，感主居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是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正如太陽射出光芒，地上百花齊放，主賜生命，賜愛亮光，那感居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是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正如花朵孕育種子，大樹出枝果仁，讚美人典真理的主，他靈住在我心，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是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在我
心中圓滿充滿，完全將主我想注目的奇妙事，主在我心居住，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是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主渴了，表示佢有人嘅需要，使我意會主已經為你為我預備咗救恩，更渴望人嘅回轉。你可會有飢渴慕義嘅心，一齊嚟到前赴主嘅筵席呢？約翰福音14章1至3節，主耶穌俾我哋應許，安慰我哋話：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羅馬書5章19節，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哥林多後書第8章9節，你們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我哋安靜默想。真係主耶穌，原來你都會口渴，原來你都有人嘅需要，你會呼求，就好似好多人因着生活喺呢個繁忙勞碌嘅世界當中，四周圍都喺度努力去達成自己嘅理想嘅時刻，我哋就發展出好多嘅慾望，我哋甚至係唔單止要滿足身體嘅需要，生活上邊嘅需要，我哋有陣時好過分嘅，
變成一個貪婪，我哋想要得到多過自己需要嘅。主啊，呢個就好似昔日亞當犯罪咁樣，使到眾人都陷有罪中。但係我哋感謝主，因為你差遣你自己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嚟到我哋當中，叫我哋睇見人冇錯有基本嘅需要，但係更加需要睇見就係原來喺當中我哋需要學會節制、克制我哋。好似保羅講，我哋要克己克己身，要叫身服我哋自己，叫我哋順從聖靈嘅引導，順從我哋嘅主嘅教導，叫我哋知道我哋不要陷入罪中。主啊，求你幫助我哋，叫我哋點樣去記得你嘅話，叫我哋唔會得罪你，以至到我哋喺滿足自己嘅需要之外，仍然知道點樣係為你分別為聖，被你所使用。求你幫助我哋，憐憫我哋，靠賴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誠心所願。十架七言六，耶穌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上帝了。約翰福音19章30節，我哋同唱主釘十架歌，普天頌讚160首。屬世嘅標準永遠與屬天嘅標準對着幹，
但主嘅道路高過人嘅道路。你可願意謙卑主前，讓佢嘅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以賽亞書53章6節記載：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以賽亞書61章1至3節咁話：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消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上帝復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新約嘅路加福音4章18到19節咁話：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提摩太前書3章16節話：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希伯來書2章9節話：唯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我哋默想。上主啊，主耶穌基督十架嘅犧牲成就了大恩，成就了上帝嘅恩典。主耶穌基督當得榮耀。我們好似羊咁樣走迷，但係佢為我哋成了贖罪祭，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嘅樣式。我哋要讚美嗰為我哋流血致死嘅上主羔羊，願榮耀頌讚永屬於他。我哋要尊崇佢，直到永遠。奉主名求，誠心所願。十架第7言，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邊最後嘅一句說話。耶穌大聲喊着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說了這話，氣就斷了。我哋唱詩，領我到髑髏地。
生命之主願你作王，榮耀都歸於你。使我望望你荊棘面，令我到髑髏地。使我望望客西馬尼，望望我主痛苦受死，望望我主恩愛慈悲，令我到髑髏地。主啊，我甘心有情願，背十架跟隨你。救瞻父輩我願分享，令我到髑髏地。使我望望客西馬尼，望望我主痛苦受死，望望我主恩愛慈悲，令我到髑髏地。榮耀究竟屬於邊個嘅呢？榮耀往往係人爭奪嘅東西，但係榮耀永遠只係屬於主上帝。主耶穌清楚知道，你同我明唔明白呢？以下所讀嘅經文係好想我哋重新去默想思考成功嘅標準究竟係點樣樣？馬太福音16章26節，主耶穌話：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喺路加福音12章20至21節，我哋睇見上帝對財主話：無知嘅人啊，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然後話俾我哋聽，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如此。路加福音18章記載到主耶穌同一位少年嘅財主話：你還缺少一樣，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呢位財主聽見嘅時候就甚憂愁，因為他很富足。約翰福音第8章54節，耶穌回答說：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什麼。榮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的你們的上帝。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的，像你們一樣。但我認識他，也遵守他的道。保羅喺腓立比書第2章第9節話俾我哋聽，所以上帝將他耶穌基督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上帝。我哋一同默想祈禱。
主啊，求你可憐我哋，求你憐憫我哋。有陣時真係被財迷咗我哋嘅心眼，我哋有陣時因着自己嘅貪婪而蒙蔽咗自己，再睇唔清楚人生嘅目標、人生嘅意義。主啊，求你叫我哋認識到原來聖經裏邊已經講咗俾我哋聽，我哋所追求嘅一切喺永恆嘅生命裏邊，原來都係唔重要嘅。主啊，求你叫聖靈保惠師時常嘅提醒我哋，叫我哋放棄自己嘅貪婪，放棄好多嘅慾望，只係一心睇見我哋嘅主，並且願意成為福音嘅器皿，讓我哋成為福音嘅流通管子，使到我哋能夠接觸嘅人都睇見上帝有更高嘅榮耀，係人所渴望同埋應該追求嘅。主啊，求你叫我哋學效主耶穌，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返俾佢，又叫我哋好似昔日嘅先聖先賢一樣，無論佢哋嘅努力有幾大，佢哋嘅成就有幾大，佢哋都將一切榮耀頌讚歸返俾你，叫你嘅名得着當得嘅榮耀。今日我哋一齊嚟到聚集，就係為要思想上帝嘅愛，好具體咁樣喺你自己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為世人走上十字架並且犧牲呢件事上邊顯明俾我哋睇到。求你叫我哋學效耶穌基督，同樣願意去犧牲，就好似保羅教導我哋係咁樣話，我哋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因為呢個係理所當然嘅事。主啊，求你俾我哋有呢一份嘅信心，俾我哋有呢個渴慕真理嘅心，俾我哋睇見永恆嘅盼望，又俾我哋睇見耶穌基督嘅愛原來已經充充滿滿咁樣喺我哋嘅心裏邊，以至到我哋願意為主走上呢條十字架嘅路。求你幫助我哋，求你憐憫我哋，聽我哋嘅祈禱，係奉靠耶穌基督嘅愛呢個名字而祈求，誠心所願。我哋同起立同念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榮耀、全備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門。我哋靜坐默禱之後散會。